最怕遇到恐龙。被认识的人看到，会觉得害羞。我觉得有一点呢，工作关系，都在办公室里面交流比较困难。我觉得还蛮难的，因为同事之间都是男生啊，就是比较少认识异性。会啊。这位先生，你的回答可以长一点吗？蛮难的，平常都在加班啊，然后工作时间太长，也比较难去接触新朋友。我觉得会耶，因为像我来台北之后，因为我不是台北人，然后像我来台北之后，其实周遭就没有什么太多朋友，就是大学同学而已，然后工作上就没有什么。很难啊，都只能靠朋友介绍。会用搭讪的方式。那你都怎么搭讪的？可能就是觉得路上遇到，然后就想说去要个赖这样。我都会靠像交友软体或联谊活动这一种方式。通常是朋友介绍，会透过朋友介绍。认识朋友啊，其实现在主要在交友的都还是以前认识的，主要都是大学、高中同学。然后对，还有一些参加那种社团活动会遇到的。我会用交友软体啊，就透过朋友介绍，或者是去酒吧，或者是工作上可能偶尔会有几个，但是就是不会太珍惜那种。最近一个约会对象啊，交友软体，真的是交友软体。应该交友软体。有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交友软体嘛，然后就会去上面去认识一下了。朋友介绍的，大概有一段空窗期。是交友软体。之前有用过 Ten 的，然后那个吧 ，BeeTalk。对啊，我觉得界面都不是很友善，所以后来都放弃。Goodnight 啊，然后 iCare 啊，有那种照片可以看得到之外，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是它有直播啦，比较能够看得到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样子。Sweet Ring 那一种，平常就找不到伴啊，也找不到没有适当的场合认识异性啊。最近有用 Sweet Ring 上面的女生真的是比较漂亮。Just Dating、Sweet Ring 以及 iPair 跟其他交友软体比较起来，里面的人认识的朋友是有比较真心想要交朋友。就交朋友吧，我还蛮喜欢认识新朋友的。单身很久，大概2、3年有，想要结婚了啦。想交女朋友啊，单身很久了。认识更多新朋友，女性的新朋友，想要脱单，我不想再当单身狗。认识1、2个，在 Sweet Ring 上面认识的，有约出去过，喜欢一些看展啊、看电影的，比较简单的。有啊 ，iPad 有一个有约出来，有在尝试想要交往。有些聊得来的才会出去啊，吃饭、看电影啊，然后或是聊一些在生活中比较会常碰到的事情。在透过Sweet Ring上面，我有认识到一个以前的女朋友，现在的老婆。有一次啊，我看到一个还不错的，结果一滑竟然是主管，吓死宝宝了！最害怕遇到就是碰到认识的。对，绝对不行，打击。被认识的人看到，为什么？会觉得害羞。最怕遇到和文不符，怕遇到认识的，比较不好意思互相配对成功。